大家好，咱今仔日要看的是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9节到第10节。这两节内底的字，大部分拢已经伫进前的这8节内底拢有出现过，所以今仔日应该是毋免用遮侪时间。咱先来个读一遍。第一章第9节，上帝讲：天下才的水着自集。歹势，再来一遍。上帝讲：天下才的水着自集到一所在，大地就出现，就安尼。第一章第10节，上帝叫大地做地，叫自集的水做海。上帝看伊是好。咱来看第9节，上帝讲：天下才的水着自集到一所在，天下合起来就念做天下。伫遮你可以有发现吼，天本来是念做天是正悬的音吼，但是我念做天下，即当阵就变做假音去啊，即就叫做变调，即就是咱一直还未甲声调内底变调。伫台语内底呢，只要是上尾一字无变调，只敢若上尾一字无变调，就是你一个词吼，敢若上尾一字无变调，头前呢逐字差不多拢爱变调。我即摆讲的是一个词啦吼，就是用即个即个坏关甲连起来一个词吼，你的变调就是头前拢爱变调，尾一字无变调。啊，你若讲今仔日即个词有3字还是4字的吼，相款就是头前这拢爱变调，尾一字无变调。但是因为咱还未教声调嘛，所以无可能伫遮就开始甲你讲要安怎变调。伊有一个大约仔即个原则，就是讲，若是本来是较悬的音，变做较低的音，安尼。比如讲，天，这是第一声，当我读天下的时阵，变做第7声，上低音，本来是上悬音，变做上低音。啊，今仔日因为时间可能有较侪，咱就来小讲一下声调。声调，台语有8个声调，但是呢，第2个声调和第6个声调是完全相共吼。除了讲可能你若会晓录港腔的人，可能就第六声无共，但是我袂晓，所以我无法度教你。我会当教的就是一般人讲的即个8个声调。这8个声调呢，你会当用上简单记的一句话就是三倒裤看人话偏直。搁一遍吼，我这是我所惯习的全上腔啦吼。三倒裤看人话偏直，这8字，你甲这8字记起来，或者是你会使记另外有8只动物：狮、虎、白、鹂、狗、狗、青、鹿。哦，会使记这8只动物：狮、虎、白、鹂、狗、狗、青、鹿。但你若较熟，你就会使用安尼记，比如讲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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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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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像安尼记法。
你背甲色来哦，滚滚滚滚，滚滚滚滚哦。啊，当你拄到某一字，你毋知要安怎用对一个声调去念的时阵，哦，你就用像我拄则安尼去推算吼。你可能顶一集你嘛，我讲着强冲，你强哩变调变读第七声时，我读袂啥准，我就用推算吼。强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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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用安尼去算啊，去算讲，伊伫第几声就爱安怎读，发对一个音。过来讲一下声调的符号吼，八个声调，伊的符号是安怎去飘？第一声就是无声调符号，所以你若看到像好，即个呢就无声调符号，即个无声调符号，即就是发第一声呢哒。啊，若第二声呢，就是倒撇，即就是第二声。小等下吼，讲到无声调符号有两种情形，第一种就是讲伊是第一声，另外一种情形呢是入声字，譬如讲这拄则你可能注意到啊，即个无声调符号，但是我为虾米无经即字讲这是第一声？因为这叫做入声，各会记得无？入声字的尾上尾一字，毋是 P。就是 P T K H 这四个字母尔，所以你若看到无声调符号，但是尾字是 P T K H， 哦，这是入声。咱阁有讲过，讲入声有分做悬入声、低入声，无声调符号是是低入声，就是第四声。哦，等下咱讲第四声。第一声无声调符号，呢哒。第二声是倒撇，比如讲，狮、虎、豹、鳖，第二只动物虎就是相款吼，就相款倒撇。第三声哦正撇，比如讲上帝帝。叫、做，这拢是第三声。第四声拄则有讲，入声字就是第四声，加入声。第五声的符号呢，上好记，因为就是一顶帽啊吼，伫你的头壳顶。这个嘛是我认为上，这个声调嘛是我认为讲上好记的，就是因为伊的声调是微悬吼，欠悬起。就是第五声，就是欠悬起的音，啊，伊的符号就是人敢若一个箭头欠悬起安尼吼，所以这种好记的。你若看到这个字母啊，就读做读做欠悬起的音就对了吼。比如讲来，就是第五声。第六声咱拄则有讲，就是和第二声相款。第二声佫记无？讲水，佫有所在迄个所哩，安尼迄个按哩，早起即个早哩，起，即拢是第二声，嘛是第六声。第七声是上低声，所以上低音的符号就是一支环管边边安尼倒咧，所以是上低声。比如讲，上帝
即个上字，自集即个自字，就安尼即个就字，出现即个现字，现在对是，即拢是第七声，伊个声调是上加音。第八声剩一声嘛吼，第八声咱讲入声里有隔入声、悬入声，所以悬入声就是第八声。第四声和第八声是对应的吼，一加一悬，所以你变调的时阵就差不多是，拄着这变调就变做这，就是讲第八声就变做第四声安尼。所以这是食，啊，若换做第八声就食，吼，这本来是这是第八声嘛吼，第八声飘声调飘法就是顶头一徛，吼，伫个母音顶头飘一徛就会使。咱看一下例，除了着，搁有集，吼，集，啊，你若集要发假声就是集，着假声就是着。自集，一个集字就是悬入声，啊若隔入声就是我拄则念着集就是隔入声，第四声。好，咱今仔日等于是甲即个八声调简单介绍过。当然我讲安尼讲是讲过一遍，你听过可能真紧就袂记咧。你家己会使去 Google 台语八声调。你会当去找资料，家己搁复习一遍吼，爱加看一遍。而且上重要是你爱平常时代去练习这八个声调。像我拄则教你迄个口诀：衫、倒、裤、胯、人、尾、鼻、直，爱念到足顺，念到足顺的记，念到你有法度念。譬如讲，看一个音就是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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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，毋是逐字拢有迄字啦吼，毋是逐个音拢有迄字啦。比如讲，迄个上，伊就可能无入声字嘛吼。但是你就安尼去背吼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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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念啊惯势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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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当你惯势了后，你拄着一字，你毋知要念对一个声调，你着用迄种方法去推算，吼，算到对，迄个音就是你要记的迄个声调，安尼你着知影讲是第几声。啊，你知影第几声？你比如讲你要查字典，你要拍字，就比较方便的。你若毋知影第几个声调，你拍字的时候，比如讲上字，你甲 SIONG 拍出来，但是你毋知是第几声，你着等下。像我较早一开始就用试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去试讲，看对一个才是对的安尼。啊，声调符合吼，爱对咧记吼。第二声、第三第二声是这，第三声是这吼。这两个是会混唔对，因为一个倒撇，一个正撇吼。这是第二声，这是第三声，先倒撇再正撇。好，咱继续转来经文顶头。天下啊，天下天下天，第一声变调是第七声，就变天下。这个水就自集到一所在。天下就是天之下嘛，吼啊，伊延伸出去的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世界嘛，吼。咱来看一下字典。天，可能袂用安尼，你要拍数字调号天。
A 第七声，你有注意到我拄则拍你的时阵吼，即个本来这是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即个 N 字吼，挂伫个手柄遮，但是呢，你嘛会使直接，我试看安尼，伊查会着袂？查无吼，所以你查即个大理大词典的时阵是爱拍安尼，拍两个 N， 伊才接受安尼。啊，因为是第一声，所以你就免写个免个飘一啦吼。第一声毋免个飘数字一，第七声爱天 A 啊，天 A 汉字就是安尼写哦。拄则人讲伊解说就是全世界嘛，哦，即个例句，天下太平，一个雷，天下响，啥物意思？咱同齐来学吼，我嘛第一道听着，一个雷，天下响，伊讲叫做一鸣惊人啊，哦，所以你若要用即个成语，当然你使用即个文读音去读即个一鸣惊人，你嘛会使用白话来讲啊，一个雷天下响安尼，就是天下好晏，我这是阮的泉州腔啦吼，天下火晏吼，天下好晏。其天下所有代志拢知，哦，就是朴素朴啦哈。天下好晏，我嘛是今仔日才学着哈。天下好晏变变大，就是大家同等。这是大理大词典哈。我之前介绍的时候讲过，伊收足侪词，甚至即寡词即嘛人都已经失传去，足侪人拢毋捌听过。但是足好用吼，比如讲你若袂晓讲一鸣惊人，你会使讲一个雷天下响，啊，朴素朴天下好晏，当然咱毋知影这是这个讲法是安怎，这个由来是安怎，咱是真是无写吼。咱看一下啊。这个词典的原文是安尼：天下倒落，天下伫遮，天下。拄则迄个新网的网站呢，其实拢有甲用咱看话即个台语甲写出来吼。啊，伊这是拢日本字的解说，天下天下吼，这是日文的解说啦，所以其实拢爱用日本音。日の下，我日本音无一定准啦吼，听准。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。讲一遍吼，你毋通看到汉字，吼，都一定意见讲，伊一定爱安尼发音才是对。吼，其实汉字看你飘啥物音去，伊就是读啥物音。今仔日我飘这音去，我就读
天卡台黑，哦，当然我日本音毋是无一定准哈，但是就是按念天卡台黑，天一飘，安尼音气就是天下太平，这可能是读平了哈，天下太平。所以你毋通因为你讲华语关系，或者是讲你一直有迄个印象讲哦，汉字就是爱安尼读较对，其实毋是，吼、为什么？我即只例可能互你想讲啊，这个一只接近嘛吼，天卡台黑，但是呢，按怎有讲过分读句吼，有时啊就是含即个字的音，你所印象中的音完全无共。比如讲，只有一个例吼，华语叫做吃台语应该哪念呢？我毋知影吼，但是你嘛知念做多摩利，多摩利，我毋知是多摩利还是多摩利吼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用分读读多摩利嘛是对的，因为人知影伊的意思。啊，搁一个，加搁一个一个例。华语读做湖，台语的白话音应该是读做古吧，我无介清楚吼。但是你嘛会使读做直播还是直播吼，这个叫做训读吼，训读句。所以看到一个汉字，你会当用训读去读伊。譬如讲即字吼，你会当即字吼，即拢毋是介好诶例啦。然后看了例再来讲吼，就是你看一个汉字，你用台语诶训读，台语诶分读句，你嘛使用台语诶文言音去读伊。天下太平，咱甲例句拢甲看一下。一个雷天下响，不知道有讲啥物意思，就是一鸣惊人嘛，吼。啊，这是日本话解说啥物叫做一个雷天下响，就是伊的意思看就是安尼，就是人敢若雷一响，全世界拢听到嘛，所以才讲就是一鸣惊人，吼，一个雷天下响，天下晚，这是伊的标音是天下晚，下毋是偏。阮讲好啦吼，啊，我知台湾的南部腔念做火吼，但是即只标音是应该嘛是算全上腔吧。天下晚，天下晚呢，我相信即侪人是毋捌听过啦，我嘛毋捌听过。天卡诺多桑，各会记得天下晚啥物意思？就讲是朴树朴，即个天下吼，啥物代志伊拢知。你若看即个意思解说，大家我约会着吼，就是天下啥物代志，吼，任何代志拢知的意思。为天下晚，天下好晚，天下火晚，吼，天下晚变变大，天下即个顶拢变大，就是同顶的意思。别人含我，拢相款，无分，所以叫做天下黑晚。我你摇啦吼，这我甲你摇啦吼。
迄碗可能就是较早讲点灯的迄个，叫做灯盏吼，点灯迄个灯碗，所以才讲天下迄碗是哦，真光就对了，逐项你拢知。啊，天下迄碗并毋大，就是讲较早这迄碗差不多大。好，咱学着天下甲有关天下一寡例句，其实真好用，但是即嘛就算讲，可能有人可能袂晓，毋知影意思。咱转来到圣经，这是我拄则无准备，但是临时查，我见讲会当学着这。天下遮的水，就自集到一所在。天下遮的水，遮的咱昨有讲过啊，水，昨其实有学着一寡新的即个声母音啦，吼，但是我无特别讲啦，比如讲来 ，AI， 水 ，UI， UI 就读做水，开啊 ，UI，IO 叫 IOU， 拢是声母音嘛，但是昨个即声母音无啥物特别的吼，你一看你原来会晓念，无必要我无必要搁加讲吼，所以今仔日吼，即个来吼，昨来即个所在，即个在，即嘛是声母音，水就吼，即个是 UI， 一个 IU 吼，唔通看火去吼 ，UI 读做微。IU 读做 U， 所以这是水，这是舟。天下遮的水，着自集啊，这个着我拄则读做加伫啥时，我想要甲连过啊，所以我就甲变调。所以变调有即个功用，就是讲。高一字，高一字读，你读伊的原调的时阵，伊就变独立的高一字。当你甲读变调，其实伫咧即个你讲起来即个语义顶头吼，就是有感觉要甲连过去迄个意思吼。吼，天下遮的水，着自集；天下遮的水，着自集。吼，所以我是甲这三个字。做一个念，就自集。我若分开念，就是天下遮的水着自集。安尼其实读起来吼，你就变成敢若长去啊。所以我就甲即个变调，安尼就连过去啊。自集，自集可能有人看着汉字袂晓念吼。自集就是拄则安尼念吼，自集我已经查过了，自集吼，第七声甲哦，歹势，应该爱，因为这是关入声，啊加一个背字，自集，这无啥物特别的，自集，按你安尼写，哦，意思就集合、汇合。集会、自集例句吼，自集规中、集中、自集人、自集，伫遮，这个无啥物趣味的物件伫内底吼，自集、集合、会合、集会，吼，自集规中、自集人，好，自集。天下遮的水着自集到一所在，吼，我甲一所在，其实我嘛甲即个集，吼，我甲变调变，本来是第八声、关入声，变调变加入声。
本来是即所在，我就读做即所在，即所在我读做即所在，所以变调的功用，你个直接听会出来吼，变调就会使甲迄个规句的意思甲连过去。所在，这嘛是足简单的词吼，足接用的词啦，所以无个另外介绍。但是我发觉即个台语大词典真好用，真趣味，有时会当学到一寡咱所毋知啊，吼，咱过来甲看一下，我嘛毋捌查过。咱来查一下所在，所第二声，在第七声。你甲练到有法度吼，像我安尼，所就知影这第二声，在就知影这第七声。安尼你若要读白话，你就继续紧诶。所在就是场合场所，汉字写做安尼，场所例句敢若一句尔，什么所在，一所在，所以这个所在应该无啥物趣味诶物件伫内底啊吼。我想找一个倒位，所在，所在，所在，呀，所在，所场所所在，什么所在，所在，倒来到神经。好，即句搁念一遍。天下遮个水，着自集到一所在，大地着出现，就安尼。上帝讲，讲即个代志着爱安尼，安尼就成咯，就安尼，就是就安尼成咯。大地着出现，出现，这嘛是少接用的词吼，当看一下啥物趣味的例句伫内底无？出现，出，第四声，第四声敢爱飘，我袂记啊，飘看觅啊。现，第七声。所以是应该是毋免飘，出现。其实你拢会使用汉字去拍落错啦吼。你像我你无识嘛，即摆你对声调符合无识，你会像我拄则安尼定定踢着铁棒，所以你就会使直接拍出现的汉字，你就来去测啊吼，就相款查会着。所以第四声免飘，免写四号吼。出现汉字是安尼，大家拢知，显露出来，本相出现，有卡出现，出现。你其实吼，你拢会当甲即个台语大词典摕来看趣味诶吼，会当学着足侪奇奇怪怪你较早拢毋知诶物件。自美句、自美国出现，咱讲是露出嘛。只有一个例句，叫啥？本相出现，本相出现，有卡出现，这着爱看有日本才知影是啥物意思吼。
当然因为咱看咱一听就知，本相出现，骨架出现，咱嘛是知意思吼。免日本解释咱嘛知。天下这个水就聚集到一所在，大地就出现，就安尼。哦，这是上帝讲。第三讲伊会创造，伊讲就爱安尼。啥物意思呢？咱讲第一讲创造时，第二讲创造空间，第一讲创造时间，第二讲创造空间，第三讲呢出现大地。好，咱来看第10节，上帝叫大地做地，叫聚集的水做海，所以就是地出现啊，水聚集起来做海，就是创造了地甲海。上帝叫大地做地，这个地里呢，咱伫第一讲讲缘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，都看到这个地里，迄当中就讲过讲，咱伫台湾可能较惯是讲地，这个是无共腔口讲地。叫聚集的水做海，海第二声，各会记无？海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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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，所以你看到海，你毋知决定讲伊是第几声，毋知要飘对一个符号，还是讲你写的时候，你毋知要飘对一个符号，你就用我倒一个方法，海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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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，所以就是第二声，这是。听起来少讲的方法，但是这就是我用的方法。我一开始，比如讲我要写，还是要拍字，我实在是毋知伊是第几声，我就用这种方法。上帝看伊是好，看啥物是好呢？其实这个伊并毋是介清楚讲是地还是海啦，嘛有可能就是也是地也是海啦，你若去看其他版本你就知影这个。伊并毋是特别只是海，还是讲是地还是海，地海拢有可能。好，看一下无共版本。第10节。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。伊嘛无讲是对一个嘛，伊无讲是 earth 呢，还是讲是 sea。和合本讲，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巨处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，你只伊甲这个 it 升起啊，伊个意思伊嘛升起就是上帝看是好，安尼就好。好，咱今仔日教到这，感谢收听。